来甲镜头刷转来台湾，来看中国的海关总署以注册资讯无够完整为理由，进行是禁台湾的这个酒甲饮料来进口，即卖佫增加11件禁止进口，以油料甲食用的五谷来占大宗。讲大部分的厂商对补件拢无意愿。食品大厂义美的总经理就来表示，因为送件内容牵涉到工厂的机密，因而2年前就放弃补件了。那泰山甲统一企业，因为伫中国拢有设厂，所以无受到出口禁令的影响。造现古水口感真酥真脆，义美小泡芙大人囡仔拢真喜意。不过也有恐惊袂过销去中国，因为中国海关总署以注册无完整做理由，暂停进口2000多件厂商注册，合计自行注册产品大部分拢是饮料无含过咖啡豆啊、细小等等，无审核通过推荐注册产品是以这一项油料购有使用购物为主。那么这11件我们有去了解了一下，后来是因为没有补件的关系，所以目前是被列入暂停进口。部分厂商无补件意愿，6日后食品大厂义美就回应中国要求的补件内容和工厂机密有关，所以无法度将内容交对方。伫2年前就放弃补件。饮料大厂泰山食品表示，目前中国类似市场主要是漳州厂生产供应，敢若部分油品点心销去香港，占泰山企业整体营收较无0.5%，影响真有限。不过是会进行补件，阁有受消费者欢迎的统一企业，嘛伫即摆出口禁令的名单，不过销售工会未受影响。基本上，我们的产品都是在当地生产、当地销售为主，并没有将我们的商品外销到大陆嘛，是不是一些我想讲就是外部贸易上的一些个体的行为嘛，就像类似平行输入的概念嘛，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啊。其他出名的大厂像钢泉做的牛奶，本来就干那供应予国内市场；大糖做的饲料嘛，干那供应予本土的低调来使用，拢无外销的需求。面对熊熊发生的出口禁令，本土的企业大厂干那嘛早就有因的应应模式。